杭州爱州。样板仔把定义客家菜，老派风味唔是改，我要后生吃嘅鹹味，後生汗流油光，後生笑面健康。我嘅唔係愛，其實係扮正昂，從水里深度包裝火度小菜。另外嘅苦瓜一啲唔苦，好食苦嘅客家一定甜。約會帶便當，花布來包禮。現代新馬老牙齒都向全流愛，兩版注釋新時代，本後生年見不住來前料理嘅神靈。清澈见底的水里溪贯穿了南投县水里乡，这里从晚清到日治时期都是伐木业的重要产地，繁荣一时，曾有小台北的称号。但很多人不知道，水里其实是一个传统客家庄。这阵的金蕉吼，当钓时当好这时阵啊，金蕉啊，金蕉嘿，啊，哇，迄榴莲拢出产啊，拢足好食啊。跟着阿聪师的脚步，游客深入水里当地最热闹的传统市场，摊位上让人眼花缭乱的在地食材，验证水里作为南投交通枢纽以及货物集散的重要地位，也见证了南投当地农作物的丰富多样。这个50，啊，烤过吼，啊，经济较。这米哈啊较大粒的啊，口味代表口味好。带着游客逛市场是南投水里最新的深度旅游方式。这个点子来自于阿聪师儿子，因为阿聪师经常在市场穿梭采买，知道小小的市场里有太多有趣的老东西。这上准啊，这那个木材的香菇啊。端木哎，古董秤是老一辈的记忆，有很多年轻人看都没看过。在水里市场竟然还有杂货店在用，这让游客大开眼界。拎着沉甸甸的苦瓜回到餐厅，阿聪师要带大家亲手料理，结合水里特产和客家风味的创意美食。其实在客家话的苦瓜，我一般都把它叫做富瓜。富瓜哈，那我们今天要做的 DIY 的美食是以苦瓜为主的。那苦瓜为主哈，那你们把它放到背后，放到背后。好，我们今天做的料理叫做恋爱苦瓜。沿着圆点描绘手上的菜卡，就可以画出一颗属于自己的苦瓜。下头还标示着客语发音，背面是料理的方式。可爱又实用的菜卡是阿聪师让游客亲近客家菜的第一步。有人知道苦瓜为什么会苦吗？你们猜看看，你知道苦瓜为什么会苦？因为它是苦关系。对，其实主要是词关系。拿起菜刀，学着把苦瓜剖半、对切、去末，刀法得要细腻。大家这才知道，美食其实得来不易。哇，这个很考验刀口。如果说你觉得还不太习惯，那你就站着反应起来。凉拌炒的锅。好，这个都要慢慢修。我们等下再下一个步骤。接着是杀青、冰镇，经过冷热交替的3温暖，苦瓜少了苦涩味，多了爽脆的口感。利用水里在地的梅汁、话梅，再加上盐、糖，就像是在实验室等待化学反应，属于个人风味的酱汁大功告成。可以吗？
我妹，我早睡。这都是你自己做出来的东西，自己做的要啊。将苦瓜放入酱汁中浸渍，成品还能用充满水里在地元素的纸盒装好带走。美食 DIY 体验，处处巧思。其实这道不那么客家的客家料理，当初的发想是要帮助在地农民，是客家小馆第一代老板董聪习，人称阿聪师，和儿子董于安一起激荡出来的创意。那就刚好有一位农民跑到我们家说，他苦瓜剩很多，问我能不能帮忙削，可是我们家没有卖苦瓜，所以他想说，因缘机会巧合说，我就跟我爸说，我们帮他倒销苦瓜。那时候刚好想到水里又是梅子，那刚好客户的主题是说你要做一个 DIY， 跟腌制是有关系的，所以那时候跟我爸谈一下说，我们要不要把这个把它做结合？那时候就很有趣嘛，发挥厨师师的精神，你去想怎么做。我这边就是工作最辛苦的，我就是想菜名跟历史。那时候说，那是我爸自己研发出来的，就吃起来就是酸甜，就是有酸酸甜甜的，又有点苦味。我那时候觉得好像有初恋的感觉，所以那时候想说，这个把结合在学妹说，好吧，那取个叫恋爱苦瓜。哇，这就是恋爱苦瓜啊！你吃起来一开始是什么味道？有苦有甜，有咸有酸，真的是恋爱的滋味。你看，一二三，恋爱苦瓜。正如同这道名为恋爱苦瓜的小菜，感觉冲突又有趣。说起这间客家小馆，同样也充满着新旧两代的冲突和拉扯。其实这一间近50年的餐馆，原本卖的是台式快炒，第一代老板阿聪师中破塞出生，做菜的功力自然不在话下。儿子董于安原本压根儿没想到要回家接棒，念书时更是刻意避开餐饮科系，谁知道出了社会离乡背景，却在因缘际会下参加了客家产业创新计划育成的课程，反而接起了他与客家血脉和水里根源的连结。主要两个原因，爸妈也老了，健康也出了一些问题。好，然后我就说，我这样都是想要帮家里转型。那时候像老爸讲的是台式餐厅，那我要试着去转型看看。那第二重点说，这边刚好是客家庄。其实我去上课，我从小到大我都不知道谁是客家庄我问我家邻居跟好多人都不知道说这个是客家庄。到客委会上课，董于安才知道，原来从小在客家庄成长。他查了族谱，更发现自己有客家血统，这让他企图要把爸爸的台式快炒店改成客家小馆。不用说，这个想法爸爸阿聪时第一个反对。没送吗？怎么样能送给他树下？你出去自己开，不要往我的店。你出去自己开，不要往我的店。就是人跟你讲说，你出去自己开不要，因为认为说，因为毕竟我没有开过餐饮业嘛，而且就变成说你只是去上课学会了，你凭什么就是把这间店就做一个全新的改造？他会认为说你这个是不智。只不过想要让客家文化广为人知的想法，在董于安血液里蠢蠢欲动。他知道老人家的观念用说的难以说服，那不如干脆直接做，逼迫父母接受他的创意。不顾父母的反对，董于安偷偷办了贷款，还找来一起到客委会上课的同学，插画家卢泰岳合作，催生新一代的客家小馆。像以前的台式餐厅要转型跟客家相关的时候，其实因为大部分你要从前端、后端还有厨房那些都要改造，但是这位老爸每天都是在家里嘛，我要怎么改？我当然不能改，我只能跟他讲说，我帮他定个行程出去玩，他就很开心，拜拜，赶快出去玩，他就很开心去玩了。然后等于说回来说，其实那时候刚好是我的第一步嘛，他出去玩的过程大概就是晚上5点才回来，他会端着伴手礼，
儿子你很孝顺，我拿伴手礼回来请你吃。结果他看到我的后面，他看到我之后后面是餐厅，他觉得餐厅怎么变得不太一样，所以那时候他拳头都硬了。他说这两个孩子在干嘛？其实那时候在改的时候，其实连亲戚都有来讲，说你为什么要这样改？父子间的冲突让合作伙伴卢泰岳傻眼，但因为董于安的坚持，才让台菜餐厅转做客家料理。这个看似疯狂的行径有了初步的契机。爸爸阿聪师迫于无奈，开始练习煮客家菜。只是没想到，年轻人想到的第一道镇店美食，竟然是什锦面。进到他们家餐厅的第一眼是，我们想的说你要改造好，那你就要专注做客家的一道料理。那因为他那时候他爸爸有名的是什锦面这件事情，那我们其实是想很久，讨论最后说好，我们先以他爸爸的形象为出发点。然后等于说以前所以它是个大平地，你要上山之前都是你这些有些工人几乎都是客家人啊，他们来到这边的时候，其实他们是要吃饱啊，以前只有汤面跟什锦面嘛。以前都然后30块钱。车面以前，迄时我去台北的时候吼，一碗阳春要炒一块半，那什锦面呢？什锦面比较好一点，好像3块样子吧。所以等于说这些要发货工人，他们会在水里乡这个地方吃3块的面，他们会整个吃饱，然后才上去工作。他们跟我说，哎，你学个懂，他们说这样子说，哎，一碗就吃得饱了。这中国的风味出来。那客家风味几多？我就是洋葱长老酥。董于安寻找出客家移民与水里之间的连结，搭配上阿聪师拿手的什锦面，父子俩每天都废寝忘食，试图研发出最道地的客家味。谁知道一推出，却遭到其他同业炮火抨击。我们一开始在做什锦面的时候，真的被一些客家厨师告，你这个跟客家什么相关？这我们觉得我们还蛮开心的。水里这边有一民爷庙，然后一民爷庙它里面有个叫做什么主委的，他主委他就是他每个月都会来这边看一民爷庙，说这边有哪边需要去帮忙的。啊，他就有一次来这边现刊，一民要现刊跑来这样晃一圈，跑来我家说这边就有客家餐厅，然后在餐厅，然后他跑我家吃什锦面，他说。哎，你们家什锦面好像还不是很到地。我们突然就说，哎，我们这样我们还蛮开心的，我们蛮喜欢听到一些缺点。他说他吃过全省的什锦面有哪些客家元素是一定有的。然后他跟我们讲，我们就很开心，我们就虚心接受啊。他说你的开始哪边要去改造，然后他说好，你先改这个，我每个月都来看。他总共来12次，我们改了12次。贵人给予中肯的意见。他们不厌其烦，一改再改，成就了这一碗口味独特的客家什锦面。2015年，阿聪师更用这一碗面在中区客家美食料理竞赛中夺得冠军。有了冠军的肯定，再也没有人质疑客家小馆的道地性。父子俩从此不断地运用水里当地的食材创作，除了恋爱苦瓜、梅子鲜鱼也成了招牌菜。黄鱼裹上面粉，大火酥炸，炸到金黄色之后起锅，再用水里当地的脆梅和梅子汁煮成酱汁，起锅淋在炸好的黄鱼上。这酸酸甜甜的美味，让无数饕客为之惊艳。我是觉得他们也是一项创举啊，然后重点是它有结合当地的特产，然后去做一个新的料理，一个食材，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创意。不只让客家菜色融入更多水里元素，董于安想观光客来到水里，如果能够带着便当到水里溪畔野餐，那是何等浪漫。他推出了精致的约会便当，让客人可以自选美味的菜色装入，贴上标签，再带着便当到溪边野餐，成了另一种体验客家美食的方式。恋爱苦瓜有恋爱的感觉。对，但我刚好学恋爱苦瓜的客家话。恋爱苦瓜客家讲。恋爱苦瓜。恋爱苦瓜。对。你们要只吃第一层，那我很好吃。恋爱苦瓜，好吃嘞。
勇于创新与改变，让原本大家都不看好的台客餐厅转型之路走出了不一样的高度。不过，董于安和卢泰岳并没有停下脚步，因为深深感觉到自己的幸运与对这片土地的情感，他们进一步用自己的力量传递客家文化。杭州内中，樣板仔把定義客家菜，老派風味唔是個，我要後生吃嘅鹹味，後生香料油光，後生燒面乾香，我嘅唔係外，其實係板正昂，從水里深度包裝火度小菜。另外嘅苦瓜一啲唔苦，好食苦嘅客家一定甜。約會帶便當，花布來包禮。現代新馬老牙齒都行全流愛，兩板注釋新時代，本後生年見不住來前料理嘅神靈。从客家什锦面、恋爱苦瓜到客家约会便当，董于安和卢泰岳发现，他们认为食物是认识文化最好的媒介。他们将客家小馆当作据点，结合卢泰岳的插画功力，将客家文化透过美食提升到更高层次。于是，一张张结合客家料理和可爱插图的菜卡，以及包装充满设计感的客家伴手礼一一出现。现在画的是有关水里以及水里特产的，那包括我们这家餐厅可以介绍给人家的特色菜。那因为水里这边产梅子，然后也产苦瓜，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幅插画，可以给人家说水里香，所以它整幅是在说我在水里面，然后有着苦瓜有梅子，然后结合成这一道特色菜叫做恋爱苦瓜。那我们是因为身为一个客家结婚站，我们是希望说，能够来的人都可以接受到这样的讯息。那我们以更可爱的、简单的方式去让人家了解。那我们也在里面的菜色名单里面加上了那个客家话的发音，让大家也可以一并学习客家话。其实像第一次来我家客人都会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得说你们是不是客家人，第二个问题得说这边是客家庄吗？所以那时候当客人问这两个问题的时候，我发觉说，我们回来去做地方事务跟客家相关，我觉得我们成功了。你看像我在水里生长了30几年，都没有客问说这边的客家庄怎么走。但是当我们转型为客家餐厅之后，我们发觉客人会问到这些问题，我们觉得还蛮感动的。一步一脚印走出了实际成绩。严格说起来，卢泰岳自己并不是客家人，却为了推动客家文化在水里拥有能见度，他真的是倾全力投注心血。这跟客家人没有任何关系啊，因为对我们来讲说，设计师或是做插画的东西，其实就是一种文化的延伸跟变化。那我只要知道有客家这个文化，那照理说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帮这个文化在这个世代慢慢怎么样去延续下来，甚至去发挥再更宽广或是更新。对卢泰岳而言，客家文化的美好已经跳脱血缘，而是一份值得保存的价值。他和董于安企图复制他们的成功经验，
大胆将餐厅地下室的座位全部拆除，改装成多元创作空间，提供返乡青年使用。每一个月还举行各种论坛，让有意回乡经营的年轻一代有个能够交换心得的地方。其实2019年是政府设定的地方创生元年。那地方创生元年，我们在水里乡其实做了蛮多的事情。那2020年的第1个月，我们希望这个地方创生的这个能量可以持续的发展。大家好，我是泰岳哈，然后小董目前这边看水里这边的一些形象创作是我们回乡之后才开始共同创作。那今年我们有一个比较大的计划，就是我们希望在水里这边去做整个地区的电箱彩绘。那这个电箱彩绘，我们会希望说，让透过一个角色，先设定把它作为一个客家小姑娘的概念。那我们会希望说，它带领着我们去在水里的各个地方去做探险，然后去发挥客家的意象意念。透过一次次讨论与分享，激荡出各种创意火花。这里提供返乡的年轻人一个可以天马行空的秘密基地，而这股充满机会的气息开始扩散，水里也渐渐变得不一样了。水里人对水里的助力是最大的，尤其是年轻人的返乡，那能够带动我们水里的整个发展。水里的年轻人特别有创意。那我发现最近很多水里人都回来了，那我希望在地方创生这一块呢，能够发挥他们的所长，让我们水里才能够恢复小台北的繁华。那我们之前在水里乡有小台北之称，那我想慢慢的发现观光旅宿业也慢慢的进驻起来，那很多的旅宿业啦，还有在地业者已经慢慢的进驻到我们水里，那借着年轻人这一股热忱能够带动起来。不只是在地水里人嗅到了水里改变的契机，就连在异乡打拼的游子也感受到家乡的变化。赖伯群最近也加入了水里返乡青年的行列。那我在回来的前1年的时候，我就有看到，我们水里开始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改变，例如说街景，例如说有一些。后来我有听到，就是也有年轻人。一些归乡的青年，那开始在做改变我们这个整个水里的一些地区，让它做一个提升。那其实我这心里面就在想，我很有兴趣来做这样的事情。毕竟你在国外，在异乡，你帮助异乡的人，那你为什么不回来提升自己的家乡？赖伯群在中国闯荡了7年，最后因为看到家乡的改变，毅然决然返乡。再度踏上故乡的土地，不同以往，他看到了充满希望的未来。那后来我很惊讶的是，原来我们这边有很多的优秀的年轻人，甚至他们是2代，他们已经做了非常多的事情。那我后来发现，其实他们的理念、他们的做的模式，甚至他们的运用的资源，都跟我当初回来想的一样。那我们合不合作？而且，既然我们要合作，我们也是不同的产业。我是旅宿业，那于安他是餐饮业。旅宿跟餐饮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合。那所以我们一回来的时候呢，我就有到我们的那个小董的餐厅，就是阿聪师十几面去用餐。那透过这个用餐的几次的聊天过后，我发现我们的理念蛮合的，所以我们就开始去做一个群聚的计划，让我们这些归乡的年轻人，不只是年轻人，只要我们有想要做地方创生，有想要让我们这个地方更成长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凝聚力。这群年轻人，他可以就着地方的产业，能够让他有更多不同的呈现，那比如说在地的水怎么结合水的元素，怎么结合在地农业的元素，怎么结合在地的自然美景的一个整个元素做整合，去发挥他们的创意，然后甚至就是借着他们的产出，能够有他们一个不同的一个设计。那现在他们有设计了，
那我们很期待他们把这设计一起整合，跟官部门一同来做努力。这是我们所期待的。横向产业相互连结，年轻伙伴彼此成为助力，也成为水里地方创新的动能。董于安希望营造一个客家友善环境，甚至提出科技客家的另类想法。我们希望可以把空拍的技术把它导入进来。其实客家庄都是小而精美，小而精美哈。其实我是觉得在阐述客家乡镇的这种地方的时候，其实不是用，其实可以用那个方式，等于说可以用空拍方式，我让你知道水里乡的美，用很快的方式可以带你绕一圈，绕一圈之后，这边客庄都小小的，然后让你有兴趣再点进来这边的食衣住行娱乐的店家哈。当你对这些店家有兴趣的时候，提你的水里乡，你会觉得说，哎，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小而精美的客家庄。720度的环境，不管是照片或者影片，结合里面的影片的介绍，可以深入的介绍在当地的一些店家或者人文的特色，这样子可以播放一些。那这个也当然可以结合720度的环境以外，也可以720度的那个环境影片。那这样子可以借由说像这样子的轨迹，类似像我们这样子鸟瞰的空中缆车的概念的视野，可以更了解我们720度的当地的环境的特色。科技与传统结合，让客家庄变得有更多可能性。不过，无论未来有多少想法与创新，其实对董于安来说，这个过程是自己与父亲和解的历程，对故乡与血缘的感情，才是支持他们不断向前的动力。从第一年到现在发展来说，明显改变。以前不管讲什么都是先反对，他都不看怎么做。现在变成说就是试看看嘛，试看看点说，因为有之前，现在觉得尝试是 OK 的。然后而且我们的尝试过程，其实我们一开始都是用专家学者来说服他。有曾经有客会长官来，要改哦。文化局长官来要改哦，所以乡公所长官来要改哦，他都听听。学校长官来，学校的教授来说要改哦，听听而已。好，是当我们开始觉得这些外力资源不够的时候，后来他要听听就好了。但他之前就坚持，就像我们常做的，偷偷的改，改到就是他不知道怎么去改了，他不知道怎么改，然后他慢慢其实客人回馈是最直接的。客人会跟他讲说，你们的环境变好了，你们的餐厅跟别人走的不一样。其实这些他都会听见，这些客人跟他讲的是讲久了，他会慢慢去习惯说，客人讲这些好的建议，他们觉得都是 OK 的。然后加上他听了1次可能不过还好嘛，10次还好，他听了100次的相关的赞美话，他觉得说，这方法可能是对的，对吧，老爸？啊，是恁来接啊，我无灵，你来接就好啊，我来爱恁接的啊。我们可以尽力的把这边的文化去做到怎么样的传承跟延伸，这就是目前我们一直在想办法执行的一个东西。那一方面是交到我们这身为南投，我们也希望说南投有一个重新的一个亮点，或是说青年人回归。就我们总是希望说，以后年纪大了，好像这个地方是忍不下去，我们又必须往外移，那地方的文化就慢慢的丧失掉。我觉得很可惜，就是你会失去一个什么故乡的概念。对，那包括你客家的东西，那你永远就是到处跑，你的文化会没办法在一个地方有一个。历经抗争与和解的过程，董于安和卢泰岳2个年轻人用行动证明了客家文化的价值与无限可能。他们不是无心插柳，而是一步一步朝着自己的梦想迈进，试图打造出一片传承客家文化又能与时俱进的园地。董于安与卢泰岳要以水里为出发点，让客家文化的美好散播到全台各处。